年代、森林，一段被荷兰统治嘅历史，还有一座按照日兰扎嘅生活，再加上客家人生活嘅脚跡，眼看也根本就去台灣啦。唔係，也係客家人嘅前世旅途，將來到一個老台灣方方面面都當創嘅南民族國家蘇里南。台地生育，太后啉酒，李陽度開車嘅成分仲係無少無利。佢嘅對800年前嘅華人勞工來講，初順嚟到加勒比海南邊嘅蘇里南打拼，係一段多危險嘅旅途哦。1865年，一台將近500名華人勞工嘅帆船，對香港一路駛向蘇里南。3隻人嘅嘅航行中，中央片喺年下之間傳來傳去，前面車無到300成功抵達。這樣時，平均有1/4的人冇辦法捱過一段辛苦嘅航行。雖然正式嘅航海冇想象中嘅浪漫，不過開始搭曬一缸嘅蘭姆酒，確實係船員最後嘅燃料。一個燃料就係蘇里南出生嘅甘蔗糖。對17世紀末開始，荷蘭人就喺加勒比海水鄉嘅殖民地開甘蔗園，生產糖來叫蘭姆酒，對全球每秒千萬戶村。天天各國嘅殖民地都是廢奴，勞動力唔拉嘅問題，也就留客家人再被帶到新嘅國土。華人勞工家事公道，使命必談，唔重視事業嘅最佳。1853到1874年之間，遇到改善欠工嘅問題，老引進荷蘇東印度公司嘅制糖技術。荷蘭政府開始以5年期契約勞工嘅方式，要求啲各地招募嘅3000勞力華人來到蘇里南嘅組織園做事。一到年底背，大部分係香港隨行嘅客家人，超親戚好朋友，鄉下高飯好落實。客家也就成為蘇里南華人嘅代名詞。一群人唔但請鄉下打拼，也成立社團組織互相聽數，其中簽新社嘅功能就係賺人資金啦。5年嘅契約期滿之後，客家青年就嚟透過組織嘅資金聽數，做荷蘭人嘅店面，從細工人轉做店頭家，就唔是啲組織員辛苦做死嚟。到為近半年，蘇里南嘅速度係你就嚟看到幾百間客家人經營嘅店面，進入太成功。初代發現，19世紀中期開始，有開發到印度老雜話嘅勞工搬就冇到蘇里南，老漢忙先原本解放嘅無人朋友窮下做事，努力維持甘蔗園嘅產量，用一點一滴嘅汗水撐起殖民地嘅經濟。雖然1874年之後，由招募嘅規範變嚴條，從太清國招募契約勞工變困難當道，還能有不少人繼續用自由人嘅身份來到蘇里南打拼，成立新嘅附屬組織，設立法文學校、派報紙、啲形態了落地生根。受到村民歷史嘅催化，當年嘅民初喺蘇里南都道，經過百年嘅融合，客家嘅文化老血脈，逐漸變做菜地嘅一部分。老來自印度、非洲找話嘅朋友，就要享受對方嘅民生老經驗。客家一啲一個遙遠嘅國土，技術傳承，創造客家島嘅客家故事。